外匯基金啱啱過去嗰個財政年度嘅投資收益，大家都知道大概係3300億度。咁今次咧，我哋喺外匯基金調翻1500億，分2年，由26、27、27、28兩年咁樣撥入嚟咧，只不過係將佢個投資收益嘅大概一半撥翻入嚟嘅啫。咁喺咁樣做嘅時候咧，我哋已經充分考慮外匯基金維持香港金融穩定嗰個重要作用嘅。我哋而家外匯基金嘅規模咧，大概41000億左右。今次啲1500億，相對於佢3300億嘅收入，只係其中一半。咁所以我哋覺得咧，呢一個咧就係擺喺外匯基金，又係我哋做投資，係咪？我哋擺喺北都，擺落去做基建，亦都係做投資。今次外匯基金撥翻嚟嘅錢，唔係入去經營帳目，俾政府愛嚟做日常開支，唔係嘅，全部都係放落去做基建相關嘅嘢。所以只不過係一種投資轉做去另外一種嘅投資方式，而呢個投資方式亦都切合我哋未來發展嘅需要。當然，我哋調翻嚟嘅時候咧，亦都睇得好清楚佢嗰個規模，佢對金融穩定嘅影響。咁所以喺呢方面咧，我哋係非常之有信心嘅。我哋個抵禦金融衝擊嘅能力，絕對唔會因為攞去舊年投資收益嘅一半翻嚟而受到減少。